近期为期将近2年半的讨价还价，中国政府据称已经同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后的今年上半年访问东突厥斯坦。南华早报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率先于星期四报道说，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后的今年上半年接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访问东突厥斯坦。美国两届政府都指责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犯下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愤怒地否认这些指控。美国众议院26日推出2022年美国竞争法草案，规划提供520亿美元强化美国半导体业，加强与中国的竞争。这份名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2900页法案将加强对芯片的投资，提高美国的制造和研究能力，并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和领导力。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创立美国晶片企业，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半导体生产等。美国参议院去年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法案，授权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的技术和研究，以与中国竞争。德国政府因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涉嫌间谍罪将其驱逐出境，并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据《明镜周刊》的消息称，该名外交官实际上可能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消息称，对在德国一所大学理科教研室任职的俄罗斯公民伊利诺尔进行的调查中，将这名外交官抓捕。2021年有消息称，伊利诺尔被捕。在多家调研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中，苹果在去年4季度创造了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的最佳销售记录。1月28日凌晨，苹果发布了其截止2021年12月25日第一财季业绩报告。财报显示，苹果当季总收益1239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历史新高。中方公布了将作为嘉宾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皇室成员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名单。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此前曾宣布，由于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做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将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日本还宣布不会派内阁代表团和成员代表政府。据路透社报道，谷歌宣布将向印度巴蒂电信投资多达10亿美元，此举可能有助于提升这家印度电信运营商的数字产品。谷歌周五表示，计划与巴蒂电信公司进行一项为期多年的合作，旨在加速印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已达成边境全面停火协议。1月27日晚上，两国公民之间爆发的紧张局势演变成边防士兵之间的冲突。